大哥哥测出了个什么？残理，不入流，残魂。大小姐，您确定他需要指导？这不会测错了吧？六星冰晶宫，没错。皇上，再试一次。怎么还是？你感觉现在怎么办？怎么说呢？我这小地方恐怕容不下这位公子，还是另请高明吧。切，元魂这么差，还好意思来蒙许？我大哥哥好惨呀！都一把年纪了还来蒙许，真不害臊。一星都没有的元魂，我也没想到你元魂那么差。有多差？不入流，残魂。不入流？那算几星啊？没星。没星。完全没有任何升级空间，永远也不可能进入一重境。在这片大陆，你只能做一个卑微的挡箭牌，上门女婿，做一个废物，永远也没有任何前途的人。这么惨啊！这残魂还能修补，吃些培元丹，养几个月也就能补全了。但不入流，就毫无变化。毫无变化？一条破鲤鱼能有什么变化？没有变化就永远不能进阶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你还是回山里吧，不用你做挡箭牌了。哼，废物！只有这里废了，才是真废物。有信心的人，可以化渺小而伟大，化平庸为神奇。再者，谁说鲤鱼就没有变化了？鱼跃龙门，过而为龙，为理豁然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，我不会放弃他。牛都吹出去了。在这里，元魂真的代表一切吗？我该怎么办呢？狼牙，启动监听模式。就是他，宋家千金的未婚夫。我还听说他是个不入流的废物呢。没错，蒙学那边都编成童谣了。哎，大小姐真是瞎了眼呐！好你个臭要饭，白吃还掉三金丝！饭菜不好吃还不让抱怨了，鸡肉煮的这么柴，都塞牙了。哎，你个臭要饭的，信不信我打折你的腿？啊，大姐，有话不能好好说吗？嘿呦，这不是宋家的废物姑爷吗？不好好当你的小白脸。